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电视剧《俗女养生记2》，抓到观众的心。这个完结篇的收视率过来创新高。啊，这个剧中女主角陈嘉玲，伫要生进前，指定讲要食台南出名的润饼糕，过来讲无爱虾啊，啊要进济红地豆甲糖粉。讲这款超甜的食法，互台南的在地人化工真专业、真捌食。突然很想要吃民族路的金德春卷。哎，不是紧急状况。我不要虾子，要很多皇帝豆，还有糖粉。俗女养生记2大结局的这个桥段，陈嘉玲要食台南有名的润饼糕，而且袂使加虾啊，爱加真济豆仔和糖。上下骹要有真厚的糖粉，搁要加10颗的红地豆，上顶悬迄层搁要真济糖。这个大概算几分的？这个吼20分的啦。这就是陈嘉玲版本的润饼糕，袂少人感觉敢袂伤甜，不过台南人真介意。春卷就是要甜才好吃。食较甜啊，因为阮食惯势啊。为啥会变较甜啊？因为这久也规礼拜无食糖啊。袂使无糖，敢若是台南人食食的日常。陈嘉玲的食法嘛，互这间店的头家伫面册发文章，无加虾啊，真济豆仔甲糖是高级的食法，是会内底拢流糖的台南人。感觉到他是真的有去研究说台南这边当地的一些这种小细节啊。台南市长王伟霆嘛伫下骹留话讲，要一份台南人口味高糖的。很谢谢嘉玲能够喜欢我们台南的春卷，也欢迎各位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来到台南。俗女养生记第1季和第2季的高收视率，唔但互台南后壁区变一个热点，嘛小解袂少在地美食。这摆高糖的润饼糕，互台南在地美食的食法，搁加一项。